你要有个心理准备，恐怕这件事，扣扣也会受到牵连。娘娘先不要想扣扣的事情，皇上肯定不会对扣扣怎么样的。我觉得，兰贵妃娘娘肯定是弄错了，她发现自己弄错以后会改口的。她不是弄错，她也改不了口的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果真是多么可怕的女人。她之前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她装出来的，我们只是都被她骗了。怎么会呢？兰贵妃心地善良，性格很随和，我们都很喜欢她呀。英格尔，你不是也被她骗了吗？果真是骗了我们大家呀。灵珠和她比起来，还远远不是她的对手。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女人？她蒙骗了皇上，蒙骗了皇额娘，也蒙骗了自以为颇识人心的董小宛。太可怕了！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女人？国珍，你知道朕对德妃的感情，你现在指控德妃，那是否定德妃，也是在否定朕。所以朕必须要向你问清楚，你为什么说德妃就是害你之人？你看到德妃往茶水下毒吗？你为什么还要喝下去？皇上，臣妾现在的心情和皇上一样难过。臣妾也不愿意相信董姐姐会害臣妾。皇上，董姐姐不是在臣妾的茶杯里下的毒，而是在她自己的茶杯里下的毒，然后趁臣妾跟静妃吵架的时候，她把茶杯互换了。兰贵妃娘娘，确切的看到德妃娘娘把茶杯换了吗？倘若是真把茶杯换了，你应该感到奇怪才是。为什么还要把这个茶喝下去呢？刘公公，这德妃真的是天底下最厉害的戏子了。那天我就坐在德妃的身边，她趁我和静妃吵架的时候换了我的茶杯，那动作非常快，可还是被本宫发现了。只是当时没有在意，可是我当时喝下茶水之后，我发现中了毒，这才知道是董姐姐下毒害我。可是那个时候，本宫已经说不出话来了。皇上，我最亲最爱的董姐姐，她为什么要这样害臣妾？臣妾真的不懂，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娘娘，如果兰贵妃真是坏人，那皇上和太后娘娘一定会让她现形的。皇上这么爱您，他怎么可能相信您会害人呢？再说了，兰贵妃是否弄错了，还没有定论呢。英格尔，你现在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。我现在可以肯定，是果真自己给自己下毒，他都能下毒毒死自己肚子里的孩子，这么狠毒，他是想要我的命啊！而且国珍曾经对我说过，他救过皇上的命，皇上是绝不会怀疑他的，所以他才胆敢设下这个局，制造出我为了要进位，要谋害他的假象。你说，这一切，我逃得过吗？
明白了，这件事情比我想象中还要严重。如果皇上和太后娘娘相信了兰贵妃的话，下旨降罪，这件事情就无法挽回了。小婉不怕死，但我绝不向果真认输。我一定要向皇上还有皇额娘揭露果真可怕的嘴脸。娘娘，您现在要冷静的想一想，能不能找到果真诬陷的证据？对啊，果真设下这么大一个局，他一定会留有证据。英格尔，果真的证据一定是在我的房间里放了和他茶水里一样的毒药。哎，怎么了？姐姐，刚才可能是太过激动，好像是动了胎气了。冬姐姐，玉儿身上带着安胎定神的药，麻烦姐姐帮我去拿一下，我吃了就没事了。那你安心在这儿等着，我去就来啊。前天果真来过我的房间，他到我的睡房，在这之前他从未来过我的睡房的。那这样看来，果真一定是把毒药藏在了我睡房的某个地方。娘娘说这个情况非常重要，我相信以果真的诡计，会把毒药提前放在你房间，伪造出娘娘下毒的证据。我的判断肯定不会有错。英格尔，你现在赶快过去向皇上禀报吧，请皇上下旨搜查我的睡房，我想一定会找到毒药的。额娘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，后宫的瘴气实在太重了。儿子到现在也不敢相信，此事是德妃所为。虽然有果真她的亲口指证，可儿子还是不相信德妃会害果真。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德妃害果真，是因为德妃看到果真才是她最大的敌人。德妃她的野心应该还不止皇贵妃，她之前暗查皇后，应该也都是别有用心的。皇娘，德妃她没有野心呐，她会做出如此可怕的事，为什么？因为皇帝对德妃用情至深，所以不敢相信这个真相。德妃也并不是一直有野心有图谋，她是后来慢慢变的。皇贵妃之位突然摆在眼前，她终于忍不住了，忍不住野心就会越来越大，最后就付诸于可怕的行动。Coco， 姐姐如今是罪人了。姐姐的手现在被绑着，居然是皇上亲自下的旨意。姐姐别这么想。英格尔说了，皇上下令绑姐姐的手，是怕姐姐想不开，才这样做的。姐姐决定明天跟果真斗一场，如果姐姐斗败了，姐姐将性命难保。Coco， 要不然姐姐，皇上要是敢杀你，Coco就跟他拼了。傻 Coco， 别说傻话了。我自然是拼不过皇上，可他要是敢杀姐姐，Coco也不活了。Coco让他把Coco也杀了。
口口，别这样说，别这样说。芊芊，怎么会这样？额娘现在担心的是，明天你审德妃，能审得好吗？能做出公正的裁决吗？儿子想先听听德妃怎么说。如果德妃真的罪名坐实，儿子一定会对她做出严厉的处置。皇帝会怎么处置德妃？儿子还是想先听德妃怎么说。她毕竟是儿子深爱的女人，儿子不想因为错判而冤枉了她。皇帝这样想，额娘可以理解。不过额娘不太放心，明天额娘跟你一起审，行吗？儿子谢过皇娘。儿子也很担心，如果明天审出德妃就是这个真凶，儿子怕承受不住，儿子给皇额娘添麻烦了。皇上，皇额娘，德妃，她竟然要这样毒害臣妾，臣妾真是没有想到，臣妾又失去了皇上的一个孩子，臣妾真是有罪。果真，你受的苦太大了，皇帝跟额娘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。皇额娘，臣妾真是想不到，德妃她竟然敢下如此的毒手，臣妾百思不得其解。昨天晚上，臣妾想了一夜，回想起前几日德妃娘娘和臣妾说的一些话，臣妾好像得到了些答案。果真，他对你说过什么？皇上，那是灵珠死后不久，有一天臣妾和德妃聊天，臣妾说灵珠好坏，好吓人呢。德妃她突然叹了一口气，说灵珠她也是被逼的。她还说，她在后宫待的时间越长，就越体会到，想要在后宫立住脚，过得好，就必须要动心机，和人斗智斗狠。还说这些都不可被人知道，被人发觉。他说臣妾太过单纯了。过了几天，德妃告诉臣妾，说皇后娘娘有问题，说在暗查皇后娘娘，还严令臣妾要发誓保密。皇帝，你都听见了吗？德妃已经变了。皇额娘，臣妾知道，德妃她一定是在后宫被一些事情给诱惑了，她一定是鬼魂迷了心窍，才会这样毒害臣妾的。从前的董姐姐是多么善良可爱。她不是被鬼迷了心窍，她是被欲望迷了心窍。她跟灵珠一样，都想当皇后，这就是答案。皇上，皇额娘，虽然臣妾受害，但是臣妾还是想替董姐姐求个情，求皇额娘和皇上饶她一命。果真，你下去休息吧，这件事你不用想了。刘光才
奴才在。传德妃。这传德妃。董小宛，你为何要害我？果真，你好狠毒啊！这样害我，终有一天你会遭到报应的。臣妾参见皇额娘，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皇帝，德妃，你可知罪？臣妾无罪，臣妾是被人陷害的。德妃，你让哀家失望，你还是经不住诱惑，真是令人痛心呐。你没想到果真还活着，你本来是志在夺命，若果真死了，就没有人怀疑到你头上，你的野心就一步步实现了。你毒害果真的手段既残忍又高明，本该对你处以极刑。但因为皇帝对你曾经万分宠爱，哀家也对你恩宠有加，所以只要你认罪，对你的惩处可以考虑从轻从宽。德妃，朕现在要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毒害果真？朕心目中的德妃不是那样，难道你真的变了吗？德妃，你能对我说真话吗？难道你真的变了，变得不认识了？果真真的是你所害？我一定要冷静，要让皇上、皇额娘明白真相。皇额娘，皇上，臣妾没害果真，臣妾没有犯下任何罪行，是果真在陷害臣妾。她精心设下了这个局，这个女人如此可怕，手段如此高明，真是太坏太邪恶了。德妃，你说果真陷害你，难道说他会害死自己的孩子，甚至不要自己的性命陷害你吗？你这么说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吗？皇上，臣妾知道，臣妾所说的让皇上难以相信。可是，确实是果真在陷害臣妾。
这一切都是果真精心设计的。你有何证据？皇上下旨，让敖大人亲赴后宫来查找毒药。皇上对这事的重视，在后宫可说是空前绝后啊。德妃娘娘是皇上最爱的女人，皇上要定德妃娘娘的罪，自然得找到确凿的证据，证明德妃娘娘有罪，或者说证明她无罪。皇上让本首席议政大臣来亲自搜查，也是给议政会议一个交代啊。皇上的这道旨意可以说是意义深远呐。大人，启禀大人，毒药找到了。哦，拿来。臣叩见皇上，太后娘娘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臣鳌拜在钟粹宫搜出了2种毒药，经金太医当场勘验，其中一种就是毒害兰贵妃的那种毒药。鳌拜，毒药你可是在德妃的睡房里搜到的。回皇上话，不是在德妃睡房发现的，而是在德妃侍女寇寇的睡房发现的。德妃，铁证面前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董小宛，你为何要骗朕？你为何要骗皇额娘？皇上，臣妾没有骗皇上，更没有骗皇额娘。臣妾没有想到，果真竟然会如此阴险狠毒。皇上，扣扣房里的毒药，一定是果真的侍女云儿偷偷放进扣扣房间的。鳌拜，你先坐下来一起听审判。谢皇上。扣扣，八大，你们先出去，我跟扣扣要说句话。正。扣扣，英儿，姐姐怎么样了？皇上会放了她吗？扣扣，因为咱们俩的关系，皇上不让我搜查钟粹宫了。皇上派敖大人带人去搜他。我已经得到消息，说鳌拜的人在你的房间里找到了那种毒药。在我房间发现了毒药？一定是云儿照他主子指令干的事儿。云儿去过我房间2、3次，她一定是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动了手脚。德妃，你说是云儿在扣扣的房间里放的毒，那就是说那天晚上，云儿去过扣扣的房间。那天晚上，云儿没有去过扣扣房间。那她什么时候去过扣扣的房间？云儿和扣扣的关系很好，扣扣经常让云儿去他房间里玩。云儿上次去扣扣房间，
是1个月前，皇上，臣妾没想到，果真早就想好要谋害臣妾了。果真1个月以前就想好了，准备用毒药害你。是啊，皇额娘。你别叫我额娘。董小婉，你真令哀家很伤心。皇帝对你如此厚爱，你竟然这样回报我们。太后娘娘，皇上，臣妾终于明白，后宫最可怕、最阴险之人，就是果真。小婉不怕获罪，小婉要让真正阴险狠毒之人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德妃，你口口声声说是果真陷害了你，可你让朕如何相信你？在昨天，果真已经命悬一丝，金太医跟冯太医都已经束手无策。他是老天佑护，才侥幸活过来的。不，皇上，果真不是侥幸活过来的，这一切都是他精心算计好的。果真如此有心计，他一定想好了中毒之后会发生何种情况，他何时晕倒，又何时醒来，这都在他的算计之中啊。冯太医一定是果真同谋，而且果真极有可能事先服用过解药。你住口！你现在居然说冯太医他是果真的同谋，简直一派胡言！德妃，你不清楚宫中太医跟所服侍的主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吗？冯太医怎么会为了一个仅仅服侍过2年的主子就舍命犯罪呢？不可能的！皇上，是臣妾错了，臣妾忘了，臣妾在皇上的眼中已是罪人，是无可饶恕的罪人，皇上再也不会相信臣妾了。董小婉，你别再演戏了，你不像灵珠那样一开始就在做坏事，装好人，你是慢慢变坏的。你告诉果真的话，刚才果真已经禀报了。臣妾告诉过果真，臣妾跟果真说过什么？英格尔，姐姐这下怎么也说不清楚了。我怎么都没想到，果真竟然是坏人。之前姐姐对他的怀疑是对的。你是说，德妃娘娘之前就怀疑果真了？果真隐藏得这么好，她不是一直跟德妃娘娘亲如姐妹吗？姐姐也是刚刚对果真有一点怀疑，因为果真对皇上说了一些姐姐一再叮嘱她不要让她告诉皇上的事儿。我一开始不相信，现在看来，姐姐的怀疑是对的，是对的。你们怎么不告诉我呀？因为你是皇上的人啊。姐姐怕告诉你，你一定会告诉皇上的。如果皇上跟太后知道了姐姐曾经怀疑果真，一定会当成姐姐想害果真的证据。英格尔，这一定不能让皇上知道，明白吗？Coco，我是皇上的人，也是你的人。我相信皇上这次肯定弄错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保护你和德妃娘娘。
你对我真好。皇上，太后娘娘，果真所谓的那些私房话，不是臣妾说的，那都是果真自己编造好的。果真自己想好了一连串的阴谋来谋害臣妾，臣妾无可辩驳。那些在后宫生存中必须要变坏的话，不是臣妾说的，那是果真的心声啊。正因为他是这样想的，所以才会如此狠，如此毒。皇帝，德妃是不会认罪的。她不像灵珠，灵珠事败之后，自饮毒酒做了了结。董小宛是仗着皇帝对她的情爱，还抱有希望。皇帝还需要什么？你知道，朕和皇娘一直很宠，很疼你。可你不要以为这样，你就可以什么事都能做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如果你把朕跟皇娘想的都没你聪明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，你知道吗？皇上，臣妾对皇上还有太后娘娘没有丝毫的不敬，臣妾也没有自以为是、自以为聪明。臣妾之所以不断的申辩冤屈，是因为臣妾知道，果真虽然中毒，但臣妾不是凶手，果真他才是真正的凶手啊！好啊，朕不跟你说这么多了。朕再问你一次，是不是你害的果真？皇上，臣妾不能认罪，这祸害母子的罪名实在太大了。臣妾请皇上还有太后娘娘好好想一想，若真是臣妾给果真下的毒，臣妾为什么还要他能醒过来？若真是臣妾下的毒，臣妾为什么要把剩余的毒药放在扣扣房里，留下隐患？皇上，董小宛，你这些为何都不值一驳？你需要哀家细细驳斥吗？太后娘娘，臣妾的话听起来都像是在狡辩，可是臣妾请太后娘娘可以让云儿、扣扣还有冯太医当面质证，或者分别审讯。臣妾恳请皇上还有太后娘娘能给臣妾这个机会。皇娘，您觉得呢？好，臣妾多谢皇上，多谢太后娘娘。奴才叩见皇上、太后娘娘，启禀皇上、太后娘娘，景阳宫出事了。什么事？兰贵妃自尽了。太害人了！兰贵妃娘娘怎么会自杀呢？主子是为德妃娘娘害她的事想不开。主子一直视德妃娘娘为亲姐姐，主子是太单纯、太善良了。果真，皇上，金太医，果真他怎么了？
皇上放心，兰贵妃娘娘身体已无性命之忧，她刚服了药，但现在还在昏迷中。吓死朕了！朕还以为果真的……皇上，太危险了！臣要晚一步，那娘娘就没救了。皇上，臣得报的时间晚一些，若不是金太医及时赶到，臣救不了娘娘了。你主子割腕自杀，你怎么没拦住他？皇上恕罪啊！主子回宫以后，他说要一个人休息，是果真在害你吗？我要保住自己的命，跟这个聪明狠毒到极点的果真斗。我不能说一句反驳的话了。我不能对皇额娘说，果真绝不会死，事情都在果真的计算掌控之中。后宫争宠斗狠是常见的事。哀家以为你真会是个例外，以为你真不争不取。但如今你却让哀家明白，你也不可能是个例外。主子醒了。果真，皇上，果真有罪，惊扰了皇上。朕看了你的书信，你放心，朕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的。皇上，千万不要杀董鄂氏。皇上对他的惩罚不要太严厉，因为臣妾和董鄂氏毕竟有过一段姐妹情。朕答应你，你告诉朕，德妃她为什么要诅咒你？是这样的，臣妾从慈宁宫出来，在门口遇见了董鄂氏。臣妾问他为什么要害臣妾，臣妾满腹的冤屈和不解，本以为会得到他的道歉，可是没想到他竟然对臣妾口出狂言。他诅咒臣妾，说让臣妾下地狱。臣妾明白他的意思，因为臣妾挡了他的道，让他现了原形，获了罪，让他失去了皇上还有皇额娘的恩宠。原来德妃跟你说的是这句话。朕看见
你们2个人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说了几句话。朕看到德妃在一直瞪着你，可朕万万没有想到，她会对你下这么狠毒的诅咒。皇上，以前静妃害得臣妾失去了一个孩子，臣妾一直想让她给臣妾道个歉，不过静妃说是臣妾活该。现如今，一直把臣妾视为亲妹妹的董小宛，她竟然比静妃还狠毒，她竟然要害臣妾。皇上，臣妾就这么卑微吗？就这么让人看不起吗？为什么大家都要像践踏小草一样践踏臣妾？臣妾在他们眼里到底是个怎样的可怜虫呢？皇上，皇上，兰贵妃娘娘失血过多，现在身体很虚弱，她的情绪不能太激动了呀。国珍，听到金太医说的吗？你现在情绪不可以太激动。朕告诉你，他们之所以会恨你，会嫉妒你，那是因为你怀了朕的孩子。你以后还要给朕怀更多的阿哥，所以他们才会嫉妒你，他们才要害你。德妃，她要害你，也一定是因为你怀上了孩子，知道吗？现在朕真的很庆幸皇后娘当初一定坚持不让德妃生孩子。朕觉得皇娘太有远见了。皇上，董鄂氏不能生孩子，臣妾为她不知哭了多少次，流过多少泪。臣妾还和她说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臣妾不会，也不可能和她争皇贵妃之位。董鄂氏是明白臣妾心意的，可是他为什么要害臣妾？难道臣妾和她的姐妹之情都是他装出来的吗？皇上，兰贵妃娘娘因为失血太多，身体很虚弱，不能再说了。皇上，国珍，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要想，好好调养身子。还有，就当从来都不认识董小宛这个人，朕也不认识他。你养好了身子，给朕多生孩子，不可再有轻生之念，好吗？是。臣妾答应皇上，不再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。臣妾一定会为皇上生下许多哥哥，还有阿哥。好好休息。万岁爷，奴才还传寇寇、云儿和冯太医吗？不用，一个都不用传。那万岁爷是要下旨杀德妃吗？德妃所犯之罪，铁定是死罪无赦。若不是朕之前对她的情，朕早就下旨处死她了。万岁爷，董鄂氏的确是死罪无赦，奴才不敢劝万岁爷对他免除死罪，奴才只是想斗胆提醒万岁爷，万岁爷日后如想得到心安，是否可以法外施恩，留他一条性命？刘公才，
朕跟你说句心里话，之前如何定德妃之罪，朕还没有想清楚。可是刚才你看到了果真的那个样子，便已让朕下定了决心。如果德妃她还一再抗拒，一再狡辩，她以为利用朕的情还可以东遮西挡，那朕定要让董小宛魂归江南。金太医，凤太医，本宫想睡一会儿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这……主子既然要睡一会儿，那云儿便也退下了。云儿，这董小宛都快死了，本宫哪里还睡得着？本宫让他们出去，就是想跟你说说话。坐吧。云儿谢过主子。本宫用尽了所有的心血，终于把这个最强大、最可怕的敌人除掉了。刚才皇上走的时候，本宫看他的眼神，本宫觉得皇上是下定决心了。主子，如果董小宛为了保命而认了罪，这皇上会不会不杀他呀？董小宛是不会认罪的，这么大的罪，他可不敢认。以他的性格，他也不会认这个冤罪。董小宛最后的结局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皇上下旨杀了他。董小宛，你运气好。如果刚才金太医晚去一步，果真就没救。这一步是果真精心算计好的。如果金太医没有及时赶到，冯太医也会救他的命。不过果真的勇气和必胜的决心，还是令人震惊。朕不明白，你从前跟果真好的跟亲姐妹一样。可就在刚才你进来时，你竟然那么狠心的诅咒他，让他下地狱。果真他那么善良，他真的是心里接受不了，才会割腕自杀。果真割腕前还写了书信，朕看的真是心如刀绞，五内俱焚。主子的勇气和胆魄，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呐！皇上可爱极了董小宛，本宫就担心皇上这一心软，留下这个祸患，所以本宫才又下了重手。不过主子的这次计划，再一次的吓到了云儿。这要是有一点差池，主子的鲜血流尽了，就再也醒不了了。有冯太医作为内应，不会有什么差池，一切都很完满，看上去天衣无缝。金太医的禀报，让皇上和皇额娘无从怀疑，也彻底不会再对董小宛有任何的宽恕。
这下可好了，主子在这宫里最大的敌人，算是彻底消灭了。等董小宛的死讯传来的那一天，本宫就要好好的睡一觉，再好好的做几个美梦。云儿认为，主子在做着美梦的时候，定是会被笑醒的。朕现在问你，你为何要诅咒国珍？你现在变得，朕跟皇后娘都不认识了。你为何要这么狠毒，那么狠心？德妃娘娘，你要好好想一想，再回答万岁爷。董小宛，朕跟皇后娘在等着你回答呢。说。皇上的话，臣妾不知该如何作答。你以为朕不会杀你的头吗？皇上要杀臣妾的头，那皇上便下旨吧。德妃娘娘，您不能这样跟万岁爷说话呀！奴才求您了，您就认罪吧。来日方长，脑袋掉下来是接不上的。小婉多谢刘公公，还叫小婉一声娘娘。万岁爷，万岁爷，您一定要三思啊！好了。最后问你一次，你认罪吗？董小宛认罪。董小宛犯下了滔天大罪，董小宛认罪。太晚了。
皇上该下旨判罪了。本宫真想亲耳听到皇上赐死董小宛的旨意。查罪人德妃所犯之罪，令人发指，本该立刻斩首。但朕念起，真心悔罪。又是朕曾经最宠爱的女人，朕姑且留其一命。朕决定，从现在开始废除德妃的妃位，将其赶出皇宫，永不赦免。来，慢点儿。娘娘，这就是您的居所，是简陋了些，但还算宽敞。英格尔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罪人，不是娘娘了。你叫我董姐姐吧。好。其实，在英格尔心里面，您一直像我的姐姐一样。姐姐，英格尔这次让扣扣好感动，他说他是皇上的人，也是我的人。为了给姐姐洗脱冤屈，英格尔要跟皇上作对了。扣扣，英格尔怎么会跟皇上作对呢？英格尔只是要想办法让皇上明白，他被骗了，他被天底下最坏的那个女人给骗了。是啊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果真那个坏女人原形毕露。姐姐，咱们进去再说吧。姐姐受了这么大的冤屈，一定对皇上和太后娘娘心生怨恨吧？不，英格尔，姐姐不恨皇上还有太后娘娘，我一点都不恨他们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姐姐竟然不恨皇上，我都快恨死他了。我恨不得让
叫皇上向姐姐下跪赔罪。我恨不得我咬他一口。扣扣，你想想，果真把戏演到这种程度，连自己的孩子都搭上了。他设计了一连串自杀的戏，而且没有一点漏洞。皇上和太后娘娘不相信才怪。没错，刘公公是个人精，都被果真给骗了。我曾经问过刘公公，是否相信娘娘是下毒之人。当时刘公公说，他心里面是完全不信的，可是他看到了这一切，又不由得他不信。刘公公说，他是5分信，5分疑。刘公公对小婉真是太好了，就算他怀疑，他还是在竭尽全力地保护小婉。其实皇上和太后娘娘对小婉也已经是法外开恩，网开一面。照现在小婉犯下的罪，依律说，小婉应该是斩立决，或者当场赐死。可是皇上只是赶小婉出宫，而且小婉看得出来，皇上在审小婉的时候，一直在竭尽全力的帮小婉找出破绽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证据能证实小婉是无罪的。只是果真，他这个局设得太深了。姐姐不但没有查清真相，还提供了证据，证实了自己有罪。皇上对姐姐的惩罚已经是最轻的了，而且太后娘娘也没有要杀姐姐的意思。姐姐心里是十分感动的，能有这样的结果，姐姐已算幸运。姐姐真是心胸宽广，善解人意。惩罚姐姐，赶姐姐出宫，我相信皇上心里面也一定是万分痛苦的。可皇上说姐姐的罪永不赦免，就是大赦天下，也没有姐姐的份儿啊。算了，皇上的这句话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你说这个干什么呀？本来嘛，皇上这话说得太狠，太绝情了。说到底，姐姐都是被果真害的。回想起果真的种种，只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，无法想象。董主子，洪大人来看您了。洪大人，洪大人怎么来看我这个罪人？洪师傅，娘娘，洪师傅不要再叫我娘娘了，小婉现在已经是罪人了，您叫我小婉吧。娘娘啊，臣怎么能够直呼你的名字呢？对了，洪师傅，你怎么能来看小婉呢？这要是让皇上知道了，你会获罪的。老夫知道了变故以后，一直留意娘娘的动静，知道你被赶出了宫，就让我的马车在后面跟着。洪承畴一把老骨头了，生生死死都无所谓了，获罪呢，就让他获罪吧。老夫打死都不相信娘娘会做出这种事情。娘娘，如今皇上和太后是被一个可怕的女人给蒙蔽了。老夫就是拼上这条老命，都要将娘娘从这个惊天的噩梦里给救出来。洪师傅，小婉多谢洪师傅能来看小婉。你知道吗，皇上
皇上现在已经再也不相信小婉了。哭吧，哭吧，好好的哭一场。哭完之后，咱们就商议如何对付那个恶毒的女人。洪大人，英格尔这次是奉旨送娘娘到这里，今后可能很难再见到娘娘跟寇寇。宫里以后有什么消息，只有靠洪大人告诉娘娘了。殷统领，你放心，如今老夫最大的事情就是帮娘娘抓住真凶。这也是英格尔现在最大的事情。哦不，英格尔现在最想做的是杀了果真。英格尔，你千万不能有一点要杀果真的念头。如果你杀了果真，你和寇寇便完了，而且我的罪名也就彻底坐实无改了。抬走。这是万岁爷最得意的一幅手书，万岁爷把它取走。奴才猜想，这幅字肯定是跟董鄂氏有关系。是，朕要彻底忘掉董小婉。谁也没有想到啊，董鄂氏居然也起了争位之心，而且还这么狠毒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他是弄懂了后宫的生存之道，他是难以抗拒皇贵妃之位的巨大诱惑。万岁爷没有下旨杀他，没有把他关入死牢，万岁爷对董鄂氏真是仁至义尽了。奴才感动不已，感慨万分呐。刘公才，朕对你说实话，如果没有兰贵妃的自杀之事，朕是绝不会下永不赦免的旨意。朕知道，下了这道旨意，朕跟董小婉是永远不会再见面了。洪师傅，英格尔，小婉叮嘱你们一句，在皇上面前，你们千万不能表现出相信小婉的样子。以皇上现在的心态，他是不会相信小婉无罪的。如果让皇上知道了，你们相信小婉无罪，你们会有麻烦。所以洪师傅，以后要是您来看小婉的话，也一定要万分小心。姐姐，其实八达他们几个还肩负着监视姐姐一举一动的任务，不过他们只会向我禀报，而我呢，当然不会向皇上如实禀报。皇上一定想不到英格尔敢瞒天过海。对付果真这种坏人，一定要让他尽快的现形。殷统领知情不报，老夫倾力相助，但是时间长了，皇上总会知情的。那么到时，老夫和英格尔将获得欺君之罪，再也不能够帮助娘娘了。洪师傅，英格尔，你们两位貌似舍身相助，小婉万分感动，可你们一定要小心呢。不光是为了姐姐，
也是为了给Coco洗清罪名，不然的话，Coco永远没办法成为英格尔的人。娘娘，你对果真这人最为熟悉，娘娘好好想想，在果真那边可不可以找到什么突破口呢？洪师傅，我深深怀疑那个冯太医，为他能帮上果真。他和果真联系密切，如果没有冯太医的配合，果真的那些计划是不可能实施完成的。可我又想，冯太医为何甘心受果真摆布？按理说，一个太医不可能无缘无故帮助一个后宫的嫔妃。哎，娘娘所言甚是啊。果真耍诡计，如果没有特殊的关系，太医绝不可能上这条船的。看来，要想真心查清这件事情的真相，还得靠刘公公的帮忙。可是刘公公对小婉的事是半信半疑，更何况这件事弄不好是要杀头的。没错，刘公公是大内总管，有些事情英格尔办不到，但是刘公公能办到。只有刘公公肯帮忙，才能帮助姐姐查到事情的真相。行，我就跟刘公公谈一谈，重托刘公公。我也会跟他谈谈，小以大义。主子，冯太医到了。卑职见过贵妃娘娘。快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娘娘，大功告成，董小婉已被赶出宫，且皇上的旨意是永不赦免。这个董小婉，皇上还真是深爱至极。本宫还以为他会人头不保，没想到他只是被赶出宫去。还好有个永不赦免，本宫的心里也算是踏实了。主子，这董小婉是为了保命认的罪，她心里当然清楚，若是不认罪的话，就是死路一条。没想到这个董小婉竟然如此的贪生怕死。娘娘，董小婉拖着永不赦免的重罪之身苟活人世，那是生不如死。那就让她生不如死的看着本宫晋升皇贵妃位好了，再看着本宫走向皇后的宝座。本宫相信，本宫封后的那一天，董小婉一定会活活气死。主子，云儿倒认为这个董小婉撑不了那么久。主子晋升皇贵妃的时候，皇上一定会大赦天下。董小婉在那个时候就会活活的气死。云儿，光是你这句话，本宫有赏。云儿谢过主子。冯太医，依你看，本宫的身子还有多久能恢复？卑职给娘娘配置了最好的补汤补肾，娘娘调养10日左右，即可起床活动了。姐姐，妹妹在床上躺了好多天，昨天才可以起床，今天觉得好多了，就赶紧给皇额娘请安，然后过来看姐姐。妹妹啊，这皇上真是关爱妹妹，下旨不准我们后宫的姐妹去看你，怕影响妹妹休养，所以姐姐也没去看妹妹。姐姐，
妹妹在床上躺的这些天，最想念的人就是姐姐你了。那段时间的经历，妹妹真的觉得好恐怖，简直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。妹妹啊，现在这里没有外人，姐姐问你一句话。那在茶水里下毒，到底是你做的局呢，还是这……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妹妹呢？不错，妹妹是想上位。妹妹跟姐姐一样，都不想让那个汉女子董小宛独受皇上的宠爱。可是妹妹再怎么样，也不可能用这么恶毒的手段去对付董小宛呢。现在妹妹肚子里的孩子都没有了，妹妹已经是苦不堪言。姐姐，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呢？妹妹，是姐姐说的不对，妹妹快别伤心了。姐姐只是困惑，这董小宛怎么突然做出这么害人的事？是姐姐的错，姐姐不该问妹妹这些。妹妹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是姐姐对不住妹妹，这董小宛实在是太可怕了。姐姐说的没错呀，这董小宛太让人震惊了。妹妹跟她关系也真是不错，妹妹一直都想不通，她为什么要来害妹妹。后来总算明白了，像董小宛这样表面看起来一点都没有野心的人，实际上才是真正的可怕呀。这董小宛果然是个好戏子，她心机之深，演技之高明，把皇上和皇额娘都给骗了。汉人女子果然比咱们满蒙女子要阴险狡猾，狠毒的太多太多了。是啊，这个董小宛呢，把我们都给骗了。不过还好，现在她也暴露了，也完蛋了。姐姐，有一件事情，妹妹一直都没敢和姐姐说，怕姐姐会生气，也怕给姐姐惹麻烦。现在这个董小宛已经彻底完蛋了，那妹妹想告诉姐姐。皇帝，果真已经好了。他刚才来请安，额娘真是高兴。儿子也很高兴。儿子昨天还去看了他。儿子让他再多休养几天，再来给皇娘请安。这个果真，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？果真很孝顺，只要没事了，就一定会来请安。皇帝打算什么时候晋升果真为皇贵妃呀？儿子想，还是让她再休养几天吧。因为晋皇贵妃的仪式会很累，儿子怕她身体熬不住。皇帝对果真真是疼爱有加。她受了这么大的罪，差点没命，儿子能不疼爱她吗？果真晋升为皇贵妃，可是一件大事。皇帝一定打算在晋升果真的时候大赦天下。儿子没有这么想过。你说什么？这董小宛竟然在联合静妃一起来对付本宫，他们还想把蝴蝶案栽到本宫头上。哼，这个董小宛野心不小啊！他是想让皇上废了本宫，封他为后啊！姐姐说的没错呀，这个董小宛可不就是这个目的吗？以前妹妹不敢告诉姐姐，是怕姐姐知道以后一定会义愤难当，去训斥那个董小宛还有静妃。如果董小宛再去皇上那边进谗言，那皇上一定会怪罪姐姐，那妹妹也是脱不了干系的。怪不得这个静妃跟本宫说话都是阴阳怪气的，原来是想陷害本宫啊！姐姐，现在这个董小宛也完蛋了，后宫的祸患也消除了，所以姐姐也不必再跟他们计较了。
好，本宫不会跟静妃计较的。哼，现在就算是不用本宫帮忙，妹妹也会风风光光的继位皇贵妃了。待妹妹继位之后，妹妹可要帮助姐姐，好好的管教一下那帮不听话的嫔妃。姐姐请放心，妹妹永远都是姐姐的人，妹妹永远都忠心的侍奉姐姐。皇帝这番话，真让额娘有些意外。看来果真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，永远都不及德妃。您知道，儿子对小婉用情很深，但是皇额娘，她现在在儿子心目中已经死了，儿子最珍贵的情感也已经死去。可果真他还配不上大赦天下的分量。等皇额娘大寿的时候，儿子再大赦天下吧。公公，查冯太医的事情有眉目了吗？啊，英统领，本公公看在你跟洪大人恳求的份上，你们又不顾性命的维护德妃娘娘，本公公十分的感动。本公公冒着极大的风险，动用手下最信任的人去暗查此事，现在已查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。公公查到什么？以前冯太医的阿玛是果真阿玛的手下，果真的阿玛对冯太医一家有救命之恩。果真的阿玛去世之后，他们两家就失去了联系。冯太医在宫中做了7、8年的太医，果真封妃之后，冯太医就负责给果真瞧病，两人建立了联系。关于他两家的关系，以前宫中一无所知。刘公公，我认为这个冯太医除了感恩报恩之外，一定也有自己的野心。他一定是看出来，表面天真的果真，其实是个前程远大的厉害角色。